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里就是读做大。这个大就轻轻啊拍的意思，像人咧讲大行坎挂保证。另外，这个大嘛有起的意思，像讲大气平。也有坐船，有人讲是大船，坐车会当讲是大车。另外，大嘛会当讲是马油或者是酒，用卡拉来卡的意思，像讲大酒大油。另外，大嘛会当讲是场所所在，像讲这大位啊，文音读做大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安大，就是敢若梳头的意思，像讲小解安大一个。第二个词读做大兄，就是去惊到人讲心惊大兄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细汉囡仔去惊到惊一个心惊大兄，安尼大人就要赶紧甲伊安大，真紧就无代志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大，另外文音读做答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